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咁夜都嚟到波叔嘅頻道啦，Uncle 菠蘿嘅頻道啦，嚟睇我呢一個突發喺一個2月5號凌晨1點鐘左右，自己做一個記錄拍咗嘅一個少少嘅好快嘅短片啦。咁啊想講翻，大家見到畫面啦，又有菠蘿，又有熊，咁又有寫住熊出沒請注意。咁啊，大家知道我今日想講嘅 topic 咧，就係美股指數。其實亞洲區咧，港股又好，其他指數都好咧，都見到類似嘅情況。咁由今日朝早啦，我自己做咗一啲港股嘅一個熊證啦，去到而家美股啦，喺前幾日已經陸陸續續一路都同大家講，其實1月頭已經同大家講，真係需要小心。個股可以繼續做嘅，但指數真係要非常小心。咁而家事不宜遲，帶大家睇下我見到啲咩。我覺得而家呢個 moment 可能差唔多係會出現一個如果你喺最高點冇做嘅時候，而家做一個突破嘅時候，大家都可以去留意翻㗎啦。好，咁首先去翻個免責聲明啦，都係講翻呢條影片呢，其實都係一個純粹資訊分享啦。咁並唔係任何關於市場或者資產啊、股票啊嘅推廣啊、要約啊、邀請啊或者建議嚟嘅。咁呢，務必大家如果需要做投資嘅時候呢，最好就揾翻獨立嘅第三方專業意見啦。咁同埋自己做翻一個適合自己嘅投資決定。好，咁事不宜遲啦，咁我哋而家就因為好夜啦，咁我哋去睇下究竟波叔我啦會望到啲乜嘢，所以點解會咁夜都會拍一條片去同大家講呢？好，咁呢，我哋去翻呢一個納指嘅圖表度，咁我哋去望一望啦。好，嗱，咁先從個大圖睇，咁呢，其實呢，之前我都有喺幾條片呢都講過噶啦。咁呢，其實由2020年呢疫情之後呢，做咗一個波段嘅升幅啦，第二個同等波段1:1嘅升幅啦，再去到第三波啦，都係一個1:1嘅升幅啦。咁而喺2020年嘅時候嘅低點啦，拉去2021年年尾嘅高點啦，咁其實畫咗一個0.618呢，都見到其實呢喺納斯達克指數呢，其實26,000點左右呢，其實已經係一個1:1。如果用黃金比例去計咧，1:1啦，或者用我自己一個方法，每次底到頂嘅一個波段，然之後回測去到回調啦，回調去到個底部嘅時候，又同樣高度嘅一個波段啦，去到第三次啦。咁其實大家見到呢，不論係用兩種方法都好啦，咁其實都見到呢已經去到一個即係暫時第三波段嘅極限嘅。咁同埋呢，同一時間呢，我想大家認下綠色格仔。首先第一個綠色格仔係2021年，其實時間真係連月份都好似2021年嘅11月去到正式調整嘅時候，2022年嘅1月。咁大家認住，我放大翻先呢一個格仔，綠色格仔嘅呢一個樣。好，下一個格仔，呢兩個格仔會近啲噶啦。大家見唔見到啊？喺2024年嘅12月去到2025年嘅2月中啦，咁其實又係有一個好類似嘅一個做緊一個盤頭嘅動作。又未至於去到好一眼望落去就 M 頭，但大家會見到係一個做緊一個頂嚟㗎，做緊一個頭部㗎。咁啊，中間其實都喺個大嘅區，喺一個綠色方格嘅區間裏面啦，打上打落啦。咁然之後呢，最後呢嚟一個假嘅高潮啦，咁啊將佢拉高過前一點，咁跟住就開始射落去。咁啊之後就大家知啦，因為有個關稅嘅事情。好啦，咁呢兩個會近啲㗎啦。同樣時間都係去到2025年嘅年尾，每次大家都見到呢係11、2月呢，喺感恩節年尾嘅時候呢。一路因為可能節日氣氛嗰樣嘢啦，咁一路都冇跌，或者可能可以拉高下嘅。咁但係呢，去到1月尾2月中呢，就見真章啦，再拉。咁點解我話好急切想出條片係？我見到喂其實而家呢個點呢，
真係好接近，或者大家本身已經做咗啲 SQQQ 或者做咗啲做空美股嘅 ETF 嘅話呢，其實呢而家呢可以準備呢，如果你本身只係落咗50%，另外仲有 cash 嘅話呢，可能都可以留意下依家呢啲點呢係咪可以做進取一啲嘅部署，咁自己去衡量翻啦。嗱，咁好啦，點解我會咁見到呢？大家會見到去到我先用前一個綠色格仔啦，即係2024年嘅年尾去到2025年嘅年頭啦。大家呢會見到，如果我而家開始畫翻我自己本身頭先抹咗嘅線，都係用翻啦最多接觸點去畫一條線。好，咁我畫到呢一度，咁好啦，我放大俾大家睇下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呢一度做咗一個領域嘅轉換，就係綠色呢一條針仔。咁呢，當佢其實佢跌穿過㗎啦，佢又嘗試拉翻上去。其實呢，呢一個呢，大家只可以當係一個回測啦，retest。咁原來呢一個真係又變咗阻力啦，咁就一路拉落去啦，拉落去啦，咁就一路跌啦。咁而且個波段呢，個距離呢，亦都係十分之相似嘅喎。我畫一畫俾大家睇下，頂去到底啦。然之後我再將呢一個拉過嚟呢度，其實呢，佢都做到一個1:1，即係呢一度嘅跌幅，再去到呢一度嘅跌幅，其實係差唔多嘅，佢仲跌多咗少少添。咁好啦，咁呢一個成個段落啦，其實大家個利潤就已經好可觀嘅啦。大家見唔見到啊？兩次嘅啦，1:1，咁其實已經好可觀。咁呢，我覺得呢，今次呢，好大機會又係咁。咁好啦，我先用水平線一個 fair 啲嘅線去畫啦。點解我話咁想出一條片呢？如果喺今晚開始去到任何一個時間，如果呢一度佢係真係可以跌穿嘅，好，我畫一個示意圖俾大家睇，就係如果呢一度，當然佢可以咁樣一路打嚟打去，打嚟打去，繼續喺大概25,600呢啲位嗰度喺度打嚟打去啦。呢個係第一個 channel 啦，第一個方向啦。第二個方向就係，如果呢一度真係正式有個突破，然之後佢回測上嚟唔得嘅話，佢第一下就會試呢度。咁如果再打上嚟再唔得，再拉落去呢，其實呢係會一路咁樣繼續落落去，好似上一次咁。如果大家都相信 pattern 係會有一個共通之處嘅話，咁最浮誇地由低點拉到去高點嘅0.618，咁其實呢個幅度都幾犀利嘅。所以點解我今日好想特登同大家講，其實到底而家呢一邊會唔會發生一個情況咁樣，同當時上一次咁樣係一模一樣呢？如果係嘅時候，大家其實就需要同埋呢，我想話呢，呢一條線呢，就咁望落去呢，其實有機會已經係0.618。咁即係話，如果兩個綠色格仔嗰個拉高拉低嘅 pattern 咁相似，然之後佢亦都0.618，即係話呢一啲位置，好，我抹走咗呢啲先，唔好影響到大家。如果呢啲位置，即係大概就係而家呢啲中數24,700至24,900呢啲位，如果真係穿咗呢，我覺得大家真係要極度小心。或者甚至乎啦，大家如果有啲相應 ETF，譬如我自己早幾日喺大概呢一啲位，因為我覺得就咁直望落去，呢一個會係一個假突破。咁然之後呢，我就會用
紅色呢一條線嘅頂，即係話幾多呢？25,800。如果佢冇突破咗，其實我就當時喺早幾日夜晚嘅時候見到有呢啲位，我就一路加少少倉，一路加少少倉喺個 SQQQ 嗰度，即係一個3倍做空呢個納指嘅一個工具上面繼續咁做，咁樣向下望。所以我諗而家去到呢個 moment，我諗呢一條巴或者嚟緊呢幾日會唔會有一啲巴係穿咗呢個0.618，同埋穿咗呢一個多點連成嘅一個水平線？如果係嘅話，大家嗰個向下做空嘅利潤就會相當可觀。咁唔係建議大家去做空或者係任何投資建議啦。咁只係我講翻我觀察我見到嘅嘢，咁大家去留意。咁同埋呢，我見到呢，其實呢，有一啲共鳴嘅位㗎。咁首先，我想帶大家去睇下呢一個資產，有幾樣嘢呢都會影響咗一啲 AI 股啊，或者點解佢哋嗰個表現最近會咁差呢？大家可以望一望。其實呢，我之前一路都有講啦，我覺得息口係會向上嘅。咁而呢，美國10年期國庫債券呢，其實喺呢個大通道呢，其實呢兩個禮拜我圈俾大家。其實呢度呢已經係突破咗個大嘅，用大嘅由呢一個2024、2025年畫起去到而家大概年零左右嘅一個收窄三角形嘅通道呢，其實佢已經正式爆開咗，佢冇再縮翻落去。同埋呢，我亦都好中意用嘅一樣嘢呢，大家可以見到，我用箭嘴指一指呢一個。大家可以認下呢個 pattern，呢個 pattern 呢，不論喺頂部嘅時候見到或者底部時候見到呢，我覺得呢，有80時間呢，佢都係幾可以出到一個大嘅方向出嚟。大家認住，我會配合埋呢一啲副一啲旁邊嘅一啲indicator 啦，我會去做一個統計或者一個留意。咁所以呢，我自己觀望呢，我覺得其實呢一度咁樣，佢其實會繼續打上去㗎啦，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啦。如果個10年期債券個息口係真係咁樣向上走嘅時候，我記得今日其實突破過4.3厘㗎，咁樣呢，其實對個納指呢都係一定有一個相當大嘅壓力啦。咁好，最後講埋，其實呢，我見到一個領先嘅資產呢，其實呢都出現咗一個。我之前其實呢，我講嗰啲位呢到晒。咁呢幅圖呢，應該同我上條片嗰個圖呢係一模一樣。啲位呢，我暫時冇改過。咁大家都可以見到啦。我當時就話：喂，其實呢0.618呢，呢一度啦，由一個最近嘅一個高點拉去低點，咁啊0.618啦。咁喺呢條少少向上嘅平行通道呢，紫色呢一條呢，其實呢。佢喺我上次出片大概1月28號嘅時候，呢啲88,000蚊呢，我話我加咗一個 SBIT 嘅倉位，即係一個 short Bitcoin 2倍嘅倉位啦。咁用呢個 ETF 呢，咁其實佢已經落，咁呢，其實呢，佢已經喺8萬都守唔住㗎啦。咁呢，同埋呢，我放大啲睇，其實呢，喺8萬呢，佢都嘗試有掙扎過。大家呢，可以見到呢，其實呢一度。佢曾經有想踩翻上去，但係失敗咗。咁失敗咗，咁大家都明白啦。咁樣即係一個回測。咁其實佢就應該係會繼續呢一度失敗咗，會繼續向下。咁大家可以話我悲觀嘅。咁呢，我其實我覺得而家向住53,000呢一個步伐呢，我覺得又再進咗一步。點解我咁講呢？我抹咗呢兩個箭嘴。我畫一條平行線，平水平線俾大家睇。呢一度，如果大家都認同呢一個係一個大嘅頭嘅話，大嘅頭嘅意思係咩呢？呢度，呢度，sorry 啊，唔好意思，大家啱啱 high 錯咗，嚟多一次，呢度。如果呢度係一個兩座大山，
呢度係佢哋嘅頸線，其實剛好呢一個回測已經話俾你聽，佢確立咗呢度係搞唔掂啦，佢頂唔順啦，佢要落啦。咁我覺得佢每次個步驟會點呢？調翻轉睇上升嘅時候，我哋睇前方呢啲嘢；跌嘅時候，我覺得亦都係睇翻前方呢啲嘢。好，第一個位我會定喺呢度，點解？因為呢一度有一個位。好啦，咁可能佢會做一個輕微嘅回測啦。然之後下一個我覺得佢會嘗試挑戰58,58就係呢一堆。好啦，58咁都可能會嘗試回踩一下啦。咁然之後最後暫時啊，短期啊，53,53正好其實就係呢一群嘅位置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咁所以呢，睇下可唔可以停到佢啦。如果停唔到呢，其實可能會繼續落去。咁所以我覺得務必其實而家納指仲爭少少，咁其實呢，就已經可以頭先嗰條扒呢突破嗰條頸線。咁同樣地，Bitcoin 已經率先輸咗啦，佢已經向下咗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幾樣資產啦。嗱，首先個息口暫時可能你話5月Walsh 即係新嗰個聯儲局主席上台呢，佢都會唔做 QE，但係佢會減息，可能都可以壓低下個息口。但係而家市場暫時10年期國庫債券個息話俾我哋聽呢，去到4.3厘，繼續一路上緊。呢件事好似暫時未係諗到一個好完美嘅方法去運行。咁另外就係見到 Bitcoin 已經率先回測向下突破咗啦。咁悲觀啲啦，你話我都可以咁講啦。我可能我覺得佢會有機會喺年內挑戰呢一個53,000、54,000呢一啲價錢。咁到時再加即係重唔重新買翻 Bitcoin，我哋到時再討論啦。因為每個投資我覺得都係要逐步逐步嚟。咁但係納指嗰度啦，我覺得如果大家未有倉位嘅話，可以極度留意而家呢一個時間。俾大家最後睇多一次，就係大概而家24,800呢啲位。如果呢條巴真係失守咗一個細嘅一個0.618同埋一個頸線嘅話，我覺得大家就要非常非常小心。咁今日係我 update 啦，咁呢個係一個幾突發，同埋我覺得係個時間點差唔多到啊，大家可以要做或者應該要做噶啦。咁好啦，多謝大家咁夜都睇我條片，或者朝早瞓醒嘅時候見到我呢條片都中意。如果大家中意波叔嘅呢一啲突發，或者係呢一啲 update，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 insight 喎，可以俾你做一個參考嘅話，咁大家可以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或者 share 俾你嘅朋友啦。咁當係一個提醒啦，等大家可以即係小心啲